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節目。今個星期，香港的士業界有幾個話題都幾值得留意。第一係網約車規管方案有新進展，首階段牌照數量成為市場焦點。第二係相關附屬法例同執行細節逐步清晰，將會影響平台、車輛同司機三方。第三係早前一段的士車 cam 片段喺網上瘋傳，片中一名醉酒乘客喺行駛中嘅的士車廂內對司機拳打腳踢，畫面令好多人睇到都嚇一跳。今集我哋會用中立角度整理重點，純粹同大家睇清楚呢幾件事對香港的士業界可能代表啲咩？首先講第一單，今個星期討論度最高嘅係政府提出網約車首階段牌照數量暫時定喺1萬個。根據公開資料，當局嘅方向係希望將網約車服務納入正式規管，令平台、車輛同司機都有清楚嘅牌照安排。至於1萬個呢個數字，當局形容係個審慎嘅起步點，之後會按實際營運數據、市場需求同道路情況再作動態調整。但呢個數字一出，唔同持份者自然有唔同睇法。有網約車相關陣營認為1萬個未必足夠應付現時市場需求，如果牌照數量太少，可能會影響乘客等車時間，令部分時段供應比較緊張。而的士業界方面就有另一種關注，業界擔心如果首階段已經開放到1萬個網約車牌照，對原本已經競爭激烈嘅點對點交通市場會帶嚟新一輪壓力。前線司機最關心嘅通常都係客量、收入、車租同日常生計會唔會受影響。所以呢單新聞之所以引起咁多討論，唔單止係因為1萬呢個數字，而係因為佢牽涉成個香港點對點交通市場嘅重新分配。對乘客嚟講，大家會關心將來選擇會唔會多咗，叫車會唔會方便咗，收費會唔會有變化。對司機嚟講，無論係的士司機定係準備加入網約車嘅司機，都會關心入場門檻、牌照成本、工作穩定性同埋平台規則點樣執行。對車主同車隊管理公司嚟講，問題就更加實際。市場結構一旦改變，車隊點樣保持競爭力？點樣提升管理效率？點樣令司機、車主同乘客之間有更清晰嘅服務記錄？呢度就帶到第二個重點，今次唔單止係講牌照數量，而係相關附屬法例同執行安排都開始更加清楚。公開資料提到，規管框架涉及3個層面，第一係平台牌照，第二係車輛許可證，第三係司機准許證。換句話講，將來要提供網約車服務，唔係單靠一個手機 App 就可以，而係平台、車、司機3方面都要符合要求。司機方面，相關要求包括年齡、駕駛年資、交通記錄同測試安排；車輛方面，亦都會有許可證同登記要求。平台方面就需要承擔服務管理、合規檢查同資料提交等責任。其中一個比較多人留意嘅位，就係人車配對同身份核實。公開報導提到，日後平台需要用科技方式確認實際駕駛司機同登記車輛之間嘅關係，避免出現登記資料同實際營運唔一致嘅情況。呢個方向對整個行業有幾個意思。第一，網約車服務會由以往較模糊嘅狀態，逐步變成有規則、有牌照、有監管嘅制度。第二，無論係的士定網約車，將來大家都會更加重視記錄、資料同合規流程。第三，對車隊管理公司同車主嚟講，傳統靠人手、電話、紙本去管理車輛同司機嘅方法，可能越嚟越難應付新要求。市場越規範，管理就越需要數碼化，包括電子支付、司機報更、車輛調度、車 cam 記錄、事故片段保存、電子鎖匙授權，全部都會變成日常營運入面更加重要嘅部分。講到的士行業數碼化同車隊管理，我哋順住同大家介紹一段相關資訊。租計2係航通超智科技旗下，全港首個獲政府認可，專為香港的士行業量身打造嘅智能管理系統，服務全面涵蓋智能電子迷錶、多鏡頭車 cam、智能電子鎖匙、車隊編更管理同埋行車實況雲端備份。一旦發生意外，錄影片段即時儲存，充分保障司機、車主同管理公司各方權益。租計2智能迷錶搭配專屬司機 App 嘅 SoftPOS 刷卡功能，司機同車主唔需要額外添置任何設備，已經完全符合政府強制電子支付嘅最新要求。配合智能編更同智能電子鎖匙，令車隊日常管理更簡單、更高效、更省心。歡迎各位的士車主、車隊管理公司同埋的士師傅諮詢合作。想了解更多詳情，可以點擊下方鏈接，或者直接聯絡租計2團隊查詢。翻到今集第二個新聞重點，
網約車規管細節出現之後，業界接落嚟最關心嘅應該係實際落地時間表同執行方式。政策文件講得再清楚，去到實際營運仍然有好多細節要處理，例如牌照點樣申請、名額點樣分配、平台點樣審核司機、車輛點樣登記、違規情況點樣處理，全部都會影響市場反應。對的士業界嚟講，呢個階段未必只係競爭增加咁簡單，更重要係當交通服務逐步數碼化、規管化之後，的士本身嘅服務質素、支付方式、車隊管理、投訴處理同司機支援都會更加容易被乘客直接比較。換句話講，未來競爭可能唔單止係邊個車費平或者邊個車多，而係邊一邊可以提供更穩定、更清楚、更有紀錄嘅服務。政策點樣發展，仲需要時間觀察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香港點對點交通市場正進入一個新階段。講完兩單政策新聞，而家入返今集最多人轉發嘅一段車 cam 片。片段係今年2月初喺網上流傳，由的士車廂內部車 cam 所拍攝，全長2分幾鐘。畫面顯示一輛的士正常行駛途中，後座一名男乘客喺半睡半醒、明顯醉酒嘅狀態下，突然開始向前座司機施襲。點樣施襲法？係連環踢腳、用手箍頸、拉扯手臂，仲埋揮拳打頭。全部喺的士高速行駛期間發生。畫面入面見到司機要一手扶住軚盤繼續開車，另一手要擋開乘客嘅攻擊，情況相當危險。試下諗下，喺九龍灣宏照道呢一種繁忙道路上，一手揸軚，一手擋拳，稍有差池就係一宗嚴重交通意外。最後司機忍住冇出事，將車駛到宏照道附近嘅輔警總部停低，落車報警。到場警員調查之後，確認司機頭部同頸部有受傷，需要由救護車送院。而個6旬醉酒男乘客就以涉嫌襲擊罪被捕，同樣送院治理。片段喺網上一出，即刻引起廣泛討論，唔少網民都忍唔住留言。有人話點解個乘客唔戴安全帶？有人直接話打人兼唔帶帶，收監。亦都有前線司機留言話呢一種情況唔係第一次見，夜更遇到醉酒乘客係家常便飯，但真係好少人知道有幾驚。救命啊！打人啊！話說翻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個師傅喺成件事發生期間，全程冇停車、冇慌失失、冇同乘客對打，靜靜咁將車揸到安全地點先處理。呢一份定力唔係人人做得到。事後有網民話，如果唔係有車 cam，事件根本冇辦法還原。乘客醉到唔記得自己做過咩，如果冇片，最後係唔係司機大石壓死蟹都唔知。所以呢件事除咗好睇、夠戲劇性之外，其實都再一次提醒大家，車 cam 唔只係拍路面，車廂內部攝錄同雲端備份，對司機嚟講係一種真實嘅保障。
好，今集節目就快到尾聲，簡單總結一下。第一，網約車首階段1萬個牌照，成為今個星期行業討論度最高嘅話題。唔同持份者對同一個數字有自然不同嘅反應，反映香港點對點交通市場正係進入一個新嘅競爭格局。第二，附屬法例同執行細節逐步清晰，平台、車輛同司機三方都會被納入更完整嘅規管框架，行業對數碼化同合規管理嘅需求只會越嚟越大。第三，醉酒男乘客行車期間狂毆司機嘅車 cam 片段，再次引起前線關注。畫面提醒大家，車廂安全同錄影保存喺實際工作入面有幾重要。如果你係的士司機、車主或者車隊管理公司，呢幾件事都值得繼續留意。今集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想我哋下集繼續整理香港的士業界最新消息、政策變化同網上熱話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你想跟進邊個題目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